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澳洲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感染者，有一个是对台湾过去的。经过调查，这个不是台湾人，但是警也认为讲就爱提防外国疫情扫到台湾。美国加州地病死亡的患者，捌坐过至尊公主号，顶头21个人也开始出现类似镜头，反而变作是第2只顺潮公主号。自国用宣布为着要防疫取消本州证的测试，不过地方政府却无同款的看法。澳洲的卫生单位在今日公布2个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感染者，其中一个是3月初2对台北飞布里斯本的。台湾经过查证，这个人不是台湾人，因若刚帮飞机顶头到其他的台湾旅客，就要做详细追查。另外，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世界各国当日严重的时间是无共款，世界就要做好管控，台湾也要避免其他国家疫情扫到台湾。澳洲官方卫生单位公布，一个旅客伫咧3月初2坐中央航空 BR315班机拄台北飞布里斯本，去互确诊做武汉肺炎的病例。台湾驻布里斯本办事处证实，这个查甫人是外籍人士，啊，毋过提起共一个班机前后2排旅客要特别注意。这位是58岁的男子啊，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外籍人士。那至于他是是不是转机，我们还在查证当中。中央航空表示，会提供旅客名单甲相关资料，这个航班嘛会加强消毒清洁，而且用空的飞机转来台湾，旅客全部改换其他航班。啊，若是这个航班的空服组员未安排勤务，会增加隔离空间，甲规个过程挂喙炎的方式坐飞机转来台湾。外界嘛关心喙炎是命节开始以来，部分都会区也是有买无的状况。卫福部长陈时中伫咧立法院表示，考虑伫咧学校配送喙炎，企业嘛有可能采以药代买的制度。在学校里面来做相关的一个配送，那也让家长不用去买。那第3个，我们在企业上面，也许可以采用一些预约制，那他也不用去买。啊，若是武汉肺炎疫情当时的达到高峰，但是中正坦白地讲，世界各国高峰期无同，台湾应该甲欧美等等国家的边境管制做好，避免其他国家疫情搁拖过来，造成第2波疫情。未来的边境。就会跟经济息息相关，跟欧洲、跟美国相关的往来。那边境的管理是不是要再加强？陈时中强调讲，目前国内疫情也搁伫咧会当控制的范围，啊，毋过当时会当减轻，目前无答案。政府也是会继续拍拼。另外，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继续跌拖，有真数烦恼讲受到影响。若是捌看过阳性确诊病例，真数就爱停业，而且全部的人爱隔离14天。卫福部会建议发予医护人员抗疫加急金。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的珠河县，在今仔日出现头一个病例，其他县市也出现感染者的家属也致病情形。日本目前已经有1043人受到感染，另外在南韩阁增加760个感染者，感染人数已经来到6088人。南韩政府也宣布讲，病例第2座城市庆山列做特别照护区。比疫情拖真紧的南韩，初5增加病人超过700人，核种病人超过6000人。对此，南韩政府伫初5伫大区市甲青岛区以外，嘛要对病例第2座城市设置特别照护区。 경산시를 감염병 특별관리지역으로 관리하도록 결정하며 모든 부처가 적극 지원할 것을 당부하였습니다. 在驻韩美军方面，美军证实驻韩美军的家属嘛有2个新增加的病例。为了防范疫情，南韩民众开始避免出门，改做伫网络买物件，幕后物流业者业绩成长超过3成。若是其他亚洲国家的疫情状况，目前已经确定有17名意大利人在印度旅游的时阵确诊感染肺炎。另外，马来西亚是1天内底增加了14个病人。 全部拢是互共一个病人喂着，创下增加病人上济1天。记者陈时中报道。在美国的加州也由于是疫情未收煞，初四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当地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而且这位死者捌参加过至尊公主号游轮行程，这只游轮顶头盖上阁有21个人出现类似的症状，目前也当咧检查。大家也烦恼讲，这只游轮敢会变做甲泉州公主号同款的情形？ 目前伫咧旧金山外海防条例公主邮轮公司旗下至尊公主号已经发电子邮件予船顶的乘客，传达美国疾管中心 CDC 的要求，返航登去旧金山。所有旅客拢要求留伫咧舱房内底，一直到接到通知会当离开为止。加州州长纽森证实，至尊公主号伫咧离开旧金山去夏威夷的这段航程当中，已经有11个乘客甲10个工作人员出现武汉肺炎的症状。Flying testing kits
to the cruise ship, and we are going to be sending those quickly back to the state in just a few hours, those sample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se individuals that are symptomatic, just have traditional cold or flu, or may have COVID-19. So even if we decided to give them a green light, we'll have additional time. 早1点的时阵，纽森宣布加州进入防疫紧急状态，是因为注意到必须要避免另外一架邮轮海上飞机，一个伫咧2月中捌坐过至尊公主号拄旧金山去墨西哥旅游的71岁老阿伯，车衫较紧，车是死亡。至尊公主号是伫咧2月2日停靠旧金山，迄当阵分别有真青的旅客落船，另外有真青的人留伫咧邮轮面顶。若是甲老阿伯共船的，也佫有2个人因为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了后，嘛验出阳性，已经隔离。 Preparing to work with additional hospitals and systems across the state as we anticipate more cases to emerge. 老阿伯变做加州第1个死亡病例，嘛是美国疫情上严重的华盛顿州以外死亡头一个。华盛顿州的长照机构佮新增加确诊病例，联邦开始调查，政府嘛设隔离区来做防疫应用。另外，美国国会已经批准超过80亿美金的防疫预算。过去采检限制真严，而且真贵。副总统潘斯嘛宣布放令。 About 1.5 million test kits going out as we speak to hospitals, particularly hospitals in areas that have seen coronavirus cases. Any American who has a concern is able to go to their doctor, is able to go to a medical clinic. 目前全美国已经有超过150例确诊，影响超过12个州。为着降低大家的惊吓，纽约地铁系统会每72小时就专门清洁一届。即马嘛会当看到部分民众挂嘴烟。一个乘客表示，美国疫情变严重，即马伫咧电车面顶的管伊嘛拢尽量莫吸。纽约计程车工会团体嘛向司机宣导，车内底会当较接来消毒。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利用烂手传播，内政部长徐国勇透早表示讲，会先来暂停全国的酒精测试，若准有必要的所在，也是会照常检验。不过，地方政府所有人认为讲防疫优先，也有认为讲加早啉酒开车的问题，依然是真重要的。 我们全国性的酒测，我们也暂时取消。台湾确诊武汉肺炎个案继续在咧增加，内政部长徐国勇初五透早表示，为着避免烂喙传染，暂时取消全国性逐个月200个大规模酒测，而且停止警察使用酒测的棍仔。在咧第一线执勤的警察表示，在咧出勤的时阵拢会挂嘴暗，而且酒测使用的这塑胶喷嘴，在咧使用前后拢会加强消毒。可能有些人担心说，上一个检测者可能气体还留在这个酒测器里面，那如果我回吸，是不是会感染？是没有办法。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去年1月份到今年1月，6都啉酒赛车取缔就有超过6000件。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台湾一年啉酒赛车的案件就超过10万件，对中央的政策表示真烦恼。每天都有人在伤亡，我们希望要给远景完备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装备。内政部长徐国勇下晡说明，因为全国性的酒测工课会动用真侪保全也有警察，可能在咧防疫的期间需要更较有效来运用人力，所以才决定取消。不过强调地区性的酒测，若有需要也是会照做。县市的首长反应是拢真无共款。目前并没有停止的计划，那我们在执勤的方法上会做到远景跟这个。酒测者能够适当的隔离。其实酒驾对国人是一个无形的杀手，这些杀手也不会输给这个无形的杀手的病新冠肺炎。我会做好弹性的应变，该严格的时候，该取缔的时候，也不会因为新冠的肺炎影响而耽搁掉。因应疫情，取缔啉酒赛车，地方的做法无共款。酒驾防治的团体表示，政府应该爱伫咧酒测临检的时阵，一方面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也爱兼顾当地的警察因的安全，唔好因为烦恼酒测喷出来的气体有可能传染疫情，转叫警察甲酒测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位台商，因为在居家检疫期间出到外口，去互台中市政府给罚钱。不过，这个台商也讲，因为互旅馆知影讲伊伫咧检疫，才会给赶出来，才会造成讲伊违法的局面。
台中一名台商2月29为中国返来，依法需要自我检疫14天，也过伊无想要影响家人，所以住伫台中市中区一间旅馆，也毋过旅馆发现台商旅游署要求退房离开，也毋过这款的过程，台商已经违反袂当外出的规定，最后伫警方甲台中市府的协助，才转带入另外一间汽车旅馆。台商认为家己被当作防疫篮球，也爱被开发，非常不合理。一度发生了好像有一个人球互相踢来踢去的这个状况，当然我想是不是人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市政府有没有办法把这相关的配套所做好。那我想这位民众的心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市政府能不能够提供一个适当的中继所来让他来居住？台商事后向民代辩证，认为台中市府并无所谓防疫旅馆，敢讲需要自我隔离，也是检疫民众才会当转去甲家庭大做伙。也毋过台中市卫生局强调，并无将台商当作篮球。若讲有相关的需求，应该先向主管机关要求帮助。我们现在在台中有中央提供的集中检疫所，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民众可以在那边做集中检疫，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样一个诉求。所以就自己跑掉了，所以这个相对而言它是违规的。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名台商的状况较复杂，虽然确实被旅馆要求退房，拒绝带入，也毋过违反规定外出也是属实。台中有2处中央集中检疫所，会当提供有需要民众申请带入检疫也是隔离。台中市虽然无所谓的防疫旅馆，也毋过也找到适合地点作为检疫中介所。自4号已经启用，将作为民众带入集中检疫所前的中继站，防疫袂有空窗期。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是知识分子，面对假消息却无判断的功夫。有2个高中生甲一篇讲北投将要发生疫情的假消息乱传，结果也互移送法办啊。虽然地检署侦办了后认定违法传染病防治法，但念这2个高中生也愿意悔改，决定要互因原起诉。适量的少年家1月28日，社群媒体 Instagram 破消息讲，北投英总有一个较真武汉肺炎的患者已经死亡，而且佫讲北投准备要开始团，北投的人喙也要挂好。若是细方甲细判的高中生，无经过查证就转达，虽然地检署侦办了后，认定2个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散布不实的消息。毋过因为考虑到2个人拢敢若是高中生，所以原起诉。他们饭后也坦诚犯行。也表示后悔的意思所以检察官决定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让被告2个人呢接受法治教育4个小时之后呢，给他缓起诉处分。若是头起先说散布不实消息的适量的少年家，是转由少年法庭来处理。另外，刑事局接到民众举报，推特面顶有人散布台湾政府隐瞒收济，讲即卖已经有2万外例确诊案例，而且还有人散布花莲4个拢是尸体，经过查证，大部分拢是简体字，计划甲台湾无同款，拢是假消息。我们发现这些都是在境外登陆的，这个绝对是有心的人士企图就是散播这些不实的一些讯息，来抹黑政府对防疫工作的努力。毋过部分的人一直换 IP， 刑事局老实讲要追查来源是无简单，敢是会当要求推特斗3天甲假消息提掉，刑事局嘛讲真困难，一般拢敢若限定特别重大案件，像讲恐怖攻击，或者是有当地政府合法的命令，才有法度来要求。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初5定案，会编41.25亿的经费，针对受到武汉肺炎所减班休困的劳工、失业劳工、企业甲微型创业者，提出分阶段的补贴计划。另外，行政院也打算要分开所在来办公，避免群聚感染。听候指挥中心的指示，才来决定启用时间。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行政院研究拄到疫情成分考虑实施换所在办公。目前已经伫北部地区找到2个办公地点，因为地点是国有财产空间，唔免另外开钱。初步规划将1/3的人刷过去，避免发生有人确诊，结果规个行政机关袂顶袂当。行政院苏贞昌会伫什么所在坐镇指挥，大家拢真关心。目前我们当然是希望院长还是可以留在院本部。好，不过重点还是在于说，院长或副院长重要的幕僚主管，我们的办公空间是空气流通，而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的。
有准备做好上摆拍算。行政院会听从指挥中心指示，启用换所在办公，各部门应透过视讯开会。另外，受影响的产业，行政院初5针对减班休困劳工、失业劳工企业甲卫生创业者，也有金中长3阶段计划，编列41.25亿，上限直接补贴劳工的，就是参加职业训练，连续3个月，每个月上最应领18960块。这个事业单位呢，他给我提出他的一个训练计划啊，我们最高可以补助到350万啊。这些劳工朋友呢，参与这些计划呢，我们每一个小时是补助他158，最多到120。劳动部安心计划计划中，比如投保薪水45800块，劳工因为减班休困，投保薪水变23800块，政府应补贴投保薪水差额一半，也就是11000块。失业劳工有安稳雇佣计划，头家请失业30天以上劳工，每个月应得到5000块补助，上长6个月。疫情若是严重，也启动雇佣安定措施，补助投保薪水差额。另外，经办失业劳工子女读册补助，奖励头家请失业者，卡出疫情严重，会启动公共服务短期上工计划，由地方政府提出一款，增加就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世界各国也开始限制中国人入境。本地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州政府近日有解除台湾旅游史入境管制，不过伫昨煞甲台湾送入去中港澳地区。外交部也批评讲，中国伫疫情开始了后，就一再变规变怪，也呼吁中国唔通变政治斗争。原本初早解除台湾旅游史入境管理措施的马来西亚沙拉越州政府，初时政策大改变，宣布台湾加入去中港澳禁令，也就是禁止过去14天以来捌去过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甲韩国、意大利、甲伊朗的外籍人士入境。外交部表示，目前当地甲当地交涉当中。他是透过他们那边的总领事馆他们在古晋有个总领事馆，透过那边去向沙拉越的州政府施压。那当然，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就知道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驻马来西亚代表处已经向沙拉越政府已经在交涉了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改正。受到一中政策影响的，佫唔那沙拉越州，尼泊尔嘛因为中国介入强烈压迫，停止核定台湾人落地签。台湾驻印度代表处虽望强烈争取，不过也无上新的进展。目前台湾人入境必须事先检附甲签证目的符合的证明文件甲健康证明，向尼泊尔驻外使领馆申办抓本签证。各种措施拢互外交部批评讲，这是中国政治力的介入。政治不应该凌驾在人类的健康之上。这没有什么真的比人民的健康安全更为重要。这个时候，拜托，请他们不要再搞政治斗争，不要再军机扰台，不要再来散布假讯息，不要再来企图要分化我们的民心。沙特阿拉伯初时嘛宣布暂停包括台湾在内等等25个国家的旅客提观光签证入境。不过外交部表示，沙特阿拉伯是因为台湾甲中国往来真密切，才甲台湾来入去管制，唔是甲台湾当作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尊重。嘛提醒台湾人要注意出入境上新的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联邦众议院伫初四用到415票赞成、0票反对局面，表决通过台北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要用实际行动协助台湾稳固邦交，甲参与国际组织。总统蔡英文接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振的时阵，特别感谢美国用行动支持台湾。莫振也讲，伫蔡总统的第2任内，美国会更加尽力来协助台湾走向国际。The Taipei Act strengthe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 Taiwan, and it does this 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U.S. tax dollar. 美国联邦众议院伫咧初四下昼就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加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做表决。这项法案伫去年由参议员郑德纳等人提出，参议院已经伫咧2019年10月通过。将期的版本是以参议院版本小可做修正。共款有强化甲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严格进前的签署 FTA 文理是解决加强经贸关系这个广泛的文理来取代，得到415票压倒性的通过。Bill is pass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伫众议院通过了，一共需要经过参议院达成版本一致，才能送交予川普签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讲。伫今仔日甲每一天，国会会继续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美国甲台湾徛做伙。总统蔡英文伫咧初5接见 AIT 主席莫健的时阵，
特别感谢美国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非常感谢美国国会友人对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增强台美经贸关系，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支持。During President Tsai's second term,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a need exemplified by the ongoing spread of coronavirus. 目前也讲到台湾伫这边防疫处理的透明度加典型的表现，也进一步展现台湾民主的实力。李总统除了希望台美会当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强化双边的贸易成果，也再度强调台湾有意愿要能力加国际社会做联合作，为对抗疫情做出更加侪贡献。也希望台湾伫咧国际参与上有更加公平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北市联合病院对明仔载开始就要推出慢性处方签快速提药的政策，所以引起药师工会全联会批评。因认为讲，就算民众无到病院内面去，也是爱坐车去，而且外面人客人会增加群聚感染的风险。提健保卡甲药单交予药师来核对，民众免入去病院内底地当真紧领药啊，真是真方便。这是台北市万芳病院营养武汉肺炎疫情，伫礼拜一到拜五早起9点至中昼12点，伫门口新增加一个会当领药的所在，民众敢若需要透过电话订定的方式事先预约，地当伫咧病院外口领药啊。到2月13到进平均每天有70人。医院当然是细菌比较多的地方啊，对啊，这样很好啊，你不用去跟人家在那边。怕被感染啦，是不是？就在这里领就可以了。除了万芳病院，全台湾各地嘛有真侪病院拢新增加户外慢性病药单领药的所在，来减少民众出入病院，降低感染风险。今麦台北市联合病院嘛要对咧做这项措施，预计到3月初6开始，增加慢性病药单领药的所在，伫咧门口直接过健保卡地当领药啊，预计每天会当减少超1000人次入去病院。不过这项措施却引起药师工会反对，认为台北市联合病院是咧甲政府的防疫政策压硬高，虽望有入去病院内底，不过也是爱坐大众运输工具，伫咧外口嘛是真侪人，会增加群聚感染的风险。药师是要仰赖调剂才有药师服务费，而来说这种做法，除了跟基层的社区药局来抢生意之外，也让病人冒着高风险，我觉得相当不道德。大概每天将近，比如说有1000人左右的民众，他习惯回到联合医院来领处方签，联合医院在这方面是非常注重，那所以分流的观念是一个这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重点。台北市联合病院强调，公设医院领药的所在是营养部分患者，也是坚持等来病院领药的分流措施。而且伫咧疫情发生之前，去社区药局领药的占比已经达到62%，疫情了比例佫提悬到要70%。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喙暗无够用，真侪民众开始用补助的喙暗。不过，伫高雄有一寡病院却认为讲，伫病院内面是高风险的环境，补助的喙暗是无法度过滤病毒的，已经禁止民众挂入去病院。其中高医是上界严格的，若准部医疗喙暗是拢袂当入去的。尤其病院进前排队入健保卡接受检验，有人只挂布的喙暗被查落来禁止入去，不过因为真需要去看医生，边仔有人送一片医疗用的喙暗才顺利入去。另外一位小姐挂换性款的喙暗，也被查落来抗议离开。不让我戴这个口罩，我不知道，我每天都戴这个口罩啊。他说现在改这个，反正不能进来啊。高雄市综合病院甲高医拢严格禁止民众挂布的喙暗入院，尤其是高医，连换性款喙暗也禁止。确实用喙暗套细检查是不是造成喙暗无法度大办，因为医疗用的喙暗大办才安全。如果要进入医院，会建议就是要戴医疗用的口罩。你如果是要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话，那也许你在 PM2.5的那种不织布的或者是布口罩是还 OK 的。非常时期只能这样，而且你完全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又觉得出门又很不安。要无医疗喙暗用其他喙暗或者是喙暗套也真无奈。二大病院也无禁止喙暗的类别，不过若是有呼吸道症状，对严格要求。病人的话，像有发烧啦，或是病人自述有一些呼吸道症状，像咳嗽啦、鼻塞、流鼻水、喉咙痛这一些，我们就认为的话，要求要戴医用口罩或是外科口罩。
不过院方表示，确实疫情达到社区传播，或者是喙癌数量供应充足，也是比较高起，将做到上严密的病院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市有169间各中国小的中斗档是由560个刀子来发落的，所以因为这挂刀子无分配到政府所发的喙癌，有民意代表也烦恼讲会变做防疫的空棒。教育部讲教育局也讲用一般喙癌就会使，不过也有医生建议讲就要用医疗级的才较妥当。挂喙암治无啊，是标准主家人员的配备，会遮尔啊顶真，就是惊无细字可能真做防疫的空棒。台南市169间国中甲国校啊，中斗档是560个刀子组的，供应台南市超过10万的学生，煞传出负责主家的总铺喙癌无够，互外界真烦恼。没有人去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发生，我们现在使用的都是之前的安全库存量。那如果是小校，他们可能就会马上立刻就面临这个困难了，对。加在进前有一寡库存，不过疫情的时间愈久愈长，嘛互学校真烦恼。有民代认为政府应该爱甲总铺纳入去医疗喙癌配给的名额。针对这点，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因为考虑到卫生安全，挂喙癌主家本来就是标准的配备，不过目前也无需要用到医疗级的喙癌。医疗用口罩其实厨工在制备的时候是未必要用到医疗级，其实一般的口罩。布的口罩，还有一般所谓透明的口罩，其实都可以用。我们在防疫之前，平时大概厨工那么都采用这种方式。现在饮食方面的工作人员，我们还是建议戴医疗用的口罩。如果真的买不到的话，可以戴2层纸口罩哦，至少可以防堵到你的飞沫传染到那个食物上面去。医师强调，冠状病毒会当调伫表面5天至9天，若真正有致病，佮煮食，确实有真大的风险。也是建议做食相关的人员爱挂医疗的喙癌。另外，台南市教育局是讲，开学进前已经请学校替总铺传各种卫生防护用的喙癌，嘛请因做卫生自主管理，降低传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来说分明。伫欧洲上届严重的意大利，因的教育部长宣布讲，对初5开始，全国的学校拢停课到15。全世界差不多2亿9千万的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度去读册。Abbiamo ritenuto di disporre la sospensione delle attività, come ha riassunto l'amministrazione, sino al 15 di questo mese. 意大利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继续伫拖，政府宣布全国各级学校伫初5到15全面停课。所落来，阁会为着预防民众群聚，可能会甲歌剧院、电影院关起来，运动比赛嘛有可能会禁止现场观众。经济合作甲发展的组织测试表示，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5个国家甲地区为着防疫，甲学校关起来，阁有9个国家部分地区停课，造成2亿9千万的囡仔无法度上课。时间若拖真久，可能去影响到受教育权。英国一间学校为着要减少接触，互学生囡仔练习用卡小卡代替握手的拍招呼方式。Aus der Corona-Epidemie in China ist eine weltweite Pandemie geworden. 德国卫生部公开反驳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定，测试直接讲，这届疫情已经进入全球大流行。原本定伫咧后礼拜开始的莱比锡册展嘛宣布停办。法国的旅游业受到疫情影响真大，世界上旅客上济博物馆、卢浮宫，员工用健康受到威胁来做理由，3月初1、初2拒绝上班，佮加上初3拄好是拜日的休馆日，已经3天无开门。管理高层提出具体防疫措施解决大家的疑虑了后，测试总算重新开放，游客拢拍破欢迎。I was waiting to see if they will open or not, and I guess we are lucky. Un appel à la responsabilité aussi qui est fait de la part des visiteurs. Il est question d'éliminer également l'utilisation des espèces. 德兰地球上强的情报员詹姆士庞德嘛受到影响。系列上新的电影《007生死交战》已经甲上档的时间拄4月份，然后到11月份。在经媒体 CNBC 报道，这是第一出因应疫情调整全世界上档时间的好莱坞电影。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有一个武汉肺炎感染者，伊所饲的狗互认定有低程度的感染风险，也变作全世界头一个个案。另外，香港政府在今日阁派2班专机去到湖北，甲留伫遐的香港民众监督倒来。
香港政府连续第2天派专机去河北，要带回留伫遐香港民众，由政治甲内地事务局长叶德权等人去处理。2班专机按算接回200多人。第一班第1晡4點半左右到香港，第2班按算伫暗時8點40分到位。暫時就未有新嘅個案啦。加拿大嗰個 BC 省嗰度咧，都好似有一個初步懷疑嘅個案啦。咁又話係去過香港，又話去過印度嘅。其中1名病人嘅狗仔被認定有低程度感染，佫正做全球第1例。不過醫護署也強調，無證據顯示寵物會傳播病毒，或者是安尼破病。呼籲有飼寵物嘅民眾唔通傷過煩惱，佫唔通凊彩放殺隻寵物。一致咧係覺得呢隻狗咧係有呢個低程度上嘅感染呢個病毒嘅。傳染其他貓狗咧，國際上亦都冇咁嘅資料。呢隻狗隻咧，應該係亦都係第一次係世界上揾到佢第一次陽性嘅。另外，香港政府佫宣布公共服務也是要慢慢恢復正常，社福機構也佇其中。不過，社福機構員工會進行問卷調查，有超過90成人員無同意取消提出來的工作，也有將近7成不滿所屬嘅機構嘅防疫裝備。你如果有需要口罩，機構係可以賣俾你，我哋用2蚊一個嘅價錢，而且仲要點啊？係每日只限買1個嘅啫，係啦，賣完就冇㗎啦。咁我哋見到呢個情況係極之過分，其實將嗰個站係轉嫁俾員工嘅。作為一個僱主，佢係應該有一個責任，提供足夠嘅防疫措施。日本媒體也報道指出，政府計劃暫時取消港澳甲南韓旅客免簽證入境安排，首相安倍晉三也要喺應對會議上討論相關措施。甲這個時間進前，日本駐香港領事館表示，也無收到相關嘅消息。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泉州公主號已經是有影是真驚人，所以英國嘅集團佫開大錢做一隻遊輪，號做紅色女郎號。因講船開離開一開就好，唔驚無成理。白色的船身頂面有一隻金頭毛的美人魚，伊有紅色的魚尾，這就是英國維珍集團特別首航的豪華遊輪紅色女郎號。And we'll be going to the Caribbean, where it's not a problem. Obviously, if you've got a cruise line in Japan at the moment, I think it would be uncomfortable as an owner. But I think from Virgin Voyages' point of view, it's something we're not worried about. 紅色女郎號開7500萬美金，我23億台票，都有3單嘅時間，喺意大利前有名嘅船廠公司做嘅。船頂面是實行嘅精品風格，而且嘛禁止18歲以下嘅人上船。除了超過1330間嘅高級客房，更有限量78間嘅搖滾明星嘅套房。另外，米雪蘭星級嘅餐廳、高級嘅咖啡館、歐加唱片嘅專賣區。都有健身房，甲板頂面，佫有提供跑道，互你運動。這攏是聲浪北嘅所在，親像海上頂面大型嘅度假村。There are hundreds of ships that are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one ship that has a problem, and it's in a market that is outside of where we're operating. So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to put in perspective. 紅色女郎號按算定今年4月開始營運，在疫情擴大嘅大環境之下，維珍集團這種操作嘅方式，敢會當予紅色女郎順利營運，目前大家嘛是真好奇。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嘅武漢肺炎疫情死亡人數已經破3000人咯。不過，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示講疫情嘅控制會愈來愈好之下，就開始衛省這幾日攏無增加病例情形。中國官方表示，疫苗已經到第1批定做疫苗嘅階段。不過，因說在華南市場消毒3天，有人就咧質疑講，這就是要毀掉找病毒源頭嘅線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視察軍科院，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繼續擴散，今嘛全球攏在進行疫苗開發。中國當局更加表示，在疫苗建設有重要階段成果，由軍事醫學研究院士邵將單位2月2日建設出第1批中組疫苗，更加由單位率先做第1劑，也無官方並無加以證實。要加快推進已有的多種技術路線疫苗研發。
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展，加强合作，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市使用。面对疫情，习近平亲上会线提示再度主持防疫会议，提出5个总体要求甲7项重点工作。虽然强调疫情防控继续向好，也毋过乌巴加武汉又越严重，防控需要一直心中，更加要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外交部强调，中国将向有急需要国家提供必要援助。我们也正在推进向有急需的国家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韩国呀、伊拉克呀。这个同时呢，我们也在考虑向世卫组织捐款。中国面对疫情展现信心，国家讲公开透明负责任，只是国家卫健委初步宣布，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件，包括河北、上海等地几个省份，是公布呈现导致零确诊的状况。这是发明治疗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初期伫疫情应对不当，才会致使大爆发，也毋过也是有机会压制。国家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自中国无怀疑。根据我们对 SARS 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被看作病毒发源地的武汉华南海产市场，青山开始展开3天大规模消毒工作。也毋过，既然被消毒人员发现，也有一家伙死的人踮伫内底。也毋过，因为即摆全面消毒了后，国内外的医学专家都无法度过到现场进行搜证，也被外界质疑，当局是要销毁病毒真正源头的线索。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武汉肺炎以外，全世界针对我通害也是继续伫咧拖。对东非国家开始的通害，目前已经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当地政府也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上较严重的是，这批虫害可能伫6月就会影响到中国。这是巴基斯坦瓦近印度的旁遮普省，当地草莓啊满田杯，居民用上传统讲面烫卡的声音来赶。也毋过大批的草莓啊，正咧食青零零的麦芽，草莓啊甚至会飞离邻家，当地居民拢真惊吓。दो जंगलात में आई है ते आके ते सारा साडा कड़ा गया मेरा उजाड़ा कर सट्टिया सो मेरे घर च वड़ गई।巴基斯坦目前正面临草莓亚侵入的空前危机。草莓亚为东非一路侵袭印度20个国家，各为印度背离巴基斯坦，造成当地27年来上严重的灾害。这波草莓亚属于沙漠草莓亚，是上歹的品种，一天会当飞150公里。一路草莓亚军团一天都会当吃掉35000人份的粮食。个被叫做恐怖的移动粮食收割机，草莓已经造成巴基斯坦农作物严重的损失，尤其是棉花等经济作物也面临伤害。包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公开向国际请求援助。沙地亚北湾正伫咧欢喜的草莓亚，一只母的草莓亚一摆会当生50至80两人，代表这阵草莓亚数量也会增加。So they were mating and laying eggs constantly, and they were spread over around an area of 10 to 15 square kilometers. So it was a big, massive swarms. 中国已经承认今年草莓亚上境有可能伫今年6月份就进入中国的西藏、新疆甲云南等地。一名来自中国的生物学家之前去旁遮普省针对草莓亚进行考察。北京当局已经答应协助巴国进行空中喷药灭虫，巴国也将为中国进口大量的杀虫剂。个体就比东亚飞蝗这个要大要壮。我感觉它要比东亚飞蝗还凶猛一些，昨天还咬我一下。联合国农业组织推测，沙漠草莓亚到6月规模会比今麦加500倍。北京当局在防止武汉肺炎的同时，也开始爱为可能的草莓亚灾害上脑筋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5个月是报税时间，财政部长苏建荣表示，民众若准防隔离或者是在治疗，报税期限会当搁延1个月。另外，若准受到武汉肺炎影响的个人或者是公司，会当甲当地的税关机关申请分期纳税，上长会当分36期。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真侪民众爱面对隔离检疫，若是确诊，佮爱接受治疗。财政部长表示，若是民众去互隔离或者是治疗，地数无法度照时间来纳税，会当申请延期纳税。国人如果纳税人如果因为接受隔离、居家检疫或治疗的部分，那么我们会主动公告延期1个月。财政部公告延期纳税适用对象包括个人、营业人、制作厂商、慈善机构、团体。
纳税义务人等等，伫咧法定申报纳税期间，因为治疗、隔离或者是检疫的人都会当适用。延期纳税包括4月份的牌照税，还有5月份的房屋税、综合所得税、营业所得税等等，相当会当延1个月。他确诊在医院里面隔离治疗的这种情况，他可能需要的疗程很长。他可能会超过6月30号，那这种我们就等他真正已经康复出院了之后，然后延长20天来申报。财政部表示，照税关课征法第26条规定，民众因为天灾、地动、事变，还有不可抗力因素减少收入，致使企业个人税金纳不出来，会当向各地税关课征机构申请分期来纳。武汉企业疫情嘛适用，上长会当分3年36期。另外，企业若是受到疫情影响，致使暂时停业，嘛会当申请暂停营业的期间免纳营业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全台湾的港口拢无啥货品伫咧出入，业者今仔日去到立法院登前，希望民意代表会当协同交通部，会当互港口的站场有租金的优待，做伙来渡过难关。另外，伫桃园机场旅客是减真济，商店价仔也变甲无啥生意。2月份，桃园机场入境旅客91万多人，比去年同期173万人，少了一半。实在来到商店街，免税店内只有店还，美食街也是人真少。像义美集团去年配合多期关景大开幕的怀古造景美食街，有40多间的业者开门一间的店租要150万，不过即马平均收入却只有60万。从业人员大概将近500人哈，那么他这样，我一天的营业额只有60万元，所以也就是每一个商家分不到1万5，可是以一个商家1万5，可是他却每天雇了10几个人来上班。业者讲，桃园机场是国家的门面，店家拢投入大成本，高规格防疫，看到旅客数大波，上摆拍算就是爱关掉部分的商店。除了机场，各港口也面临严重的考验，因为全球疫情摊开，影响货运量。全台港区综合业向政府提请，希望会当减免场站租进度过难关。我们会员公司的诉求是这样，就是现有的租金管理费呢，能够打7折。这一场疫情没有人有办法置身事外，没有人不受影响。中国的一个锻炼的影响，可能货运可能慢慢的会呈现一些影响的一个产生。那但是到底会影响多少，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观察。交通部回应，疫情上直接冲击的就是航班价增加。交通部对第一线受冲击的观光业已经提出纾困方案，接落来就是密切观察疫情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港区综合业者以及国际机场的店家，在研究了后提出相关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去东海看风景区的游客变真少，卖场区的生意也受到冲击，已经有者挡袂调，先收起来了。另外，东莞处也决定讲，华东辖区内部分的游客中心内面的室内设施会先封闭管理，做回来防疫。东海岸国家风景区设施较完善的道路游客中心，即马逐工的摒扫一定爱全酒精，使游客可能会接触的每一个所在。而且为即马开始，东莞处华东辖区有5个游客中心的简报室、加室内游乐设施拢暂时关起来，避免疫情传染。游客应遵守规定，都伫外口食水果、看海景。这就人比较少，在北部的话反而就比较有戒心。还 OK 啦，因为是它部分还是有开放，还是可以走。小型密闭的空间，像我们的儿童的游乐室，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艺文教室，那这部分呢，我们就暂停的使用。东莞处统计，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了后，游客明显少真济。小野柳风景区1月也有33000多人次，2月就减少到22000多人次。平常时风景区游客更较少，卖场区也拢无人，店家只好做伙开工。已经有店家讲要休困，东莞处讲会提供免租或者是减租的措施。对疫情的关系差很多，差太多了。评估他们游客量的一个减少的程度来，对于他们的租金的一个减免呢，做大概70%到30%的这样子的一个减免，在停业期间我们就不收租金。林伟玲讲，东莞处游客中心成立以来，防疫管制室内措施是头一摆，为保障民众安全，呼吁游客进出游客中心手爱喷酒精，做好防护。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邮政动用3000名的员工，除了逐日配送催暗以外，也开始配送催暗酒精到药房。高雄有一位邮便师已经64岁了，同款加入送酒精的行列，希望家己来为防疫尽一份的心力。
邮局的同事将规箱酒精放入去白色塑胶箱啊，防止运送过程弄掉。64回邮务署杜永亮这个接手搬上车，一车装24箱要送去健保邮局。是比较辛苦啦，比较重嘛。但是因为平常工作就是有那么出众，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得心应手，应该不是问题。一箱超过13公斤，每一间药局配3箱，杜永亮一抓爱走8间药局，5号之间可能爱走5、6抓，但伊搬起搬落无嫌忝，嘛真乐意参与防疫工作。因为台湾分酒公司一礼拜配送1件酒精，中华邮政希望一天全部送完，特别调拨专门的人力，要让民众较早买到。就是减少休假的人手，把它抓出来，就是调出来。今天我们是总共大概高雄地区，我们大概是配到12到15个人左右。12到15个人左右，专门在跑这一个了。就过年前有买到啊，过年后就买不到了，到现在都买不到。有民众对旧日过年开始就买无酒精，最近逐工到药局问，看到邮差送来非常欢喜。目前台酒每一天的产量有20万罐以上，除了台酒甲中华邮政合作，一礼拜配送1件。5号台糖嘛释出1万担予专人的门市，希望愈侪有需要的民众顺利买到。记者王家川、郭建顺综合报道。台湾的防疫成果也受到世界肯定。全世界1.1个美国医学会期刊上新的报道，内面写到台湾的防疫成效会当成做世界各国的参考模范。社区药局头前排队的人是长老老，因全部拢是要来买喙炎的。这是政府实施的买喙炎爱徛名的制度。这项措施是为着伫咧疫情的期间，让大家拢有机会来买到喙炎。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继续跌断，台湾各项防疫措施，和真侪国家学老嘛要来学习。大数据分析、新科技，还有主动监测这一块，利用健保资料跟你的这个没有出国的资讯做连结所以。目前就是说，你如果到医院就诊的时候，那医师可以了解说你到底是最近有没有到哪里。美国医学权威期刊《JAMA》进前刊一篇史丹佛副教授王志宏等等3个人的文章，内容学到台湾伫咧武汉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阵，真紧就来做应变，预防大规模传染，防疫经验值得各国参考。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10几年前在 SARS 之后，他就成立一个指挥中心。这次的疫情一爆发的时候，他就指派指挥官开始。统筹所有的需要的资源、所有的资讯，抓住重点，是因为有准备才有办法提早发现。因为根据进前研究，台湾目前认为做可能是这届武汉肺炎疫情当中严重程度第2悬的国家。不过到2月24，台湾确诊排名是全球第10名，病例数量排名佫退到第16名，会当看得出防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劳动局伫去年启动专案劳检，中兴大业巴士各方查到讲，有的司机一日做超过12点钟，拢总该罚190万。劳动局表示，逐间业者拢有人违规，名单会交予台北市公运处，看要安怎来改善。台北市劳动局108年对市区内底主要12间客运的业者做专案劳检，结果逐间拢有违反劳基法，处分的名单已经出来啊！伫这个月公告的名单内底，先针对7间的业者裁罚，中兴巴士罚190万的罚金是上济，过来是指南客运144万，新兴客运36万，东南、台北、三重埔甲首都客运是罚5万至20万不等，大部分拢是超时工作或者是无按照规定付加班费。他们正常加延长的工时可能超过12小时的上限，加班费的计算有少给的一个状况。我们劳动局非常重视就那个客运业的一个劳动安全，今年还是会持续进行相关的劳检。中兴大业巴士违规已经不是头一届，这届各方加重处分，逢抽检到的驾驶一天的工时超过12点钟，业者5年来违反6届劳基法第32条之2，干那这条就罚100万，加上假日也是休困日上班，无按照规定付薪水，拢总罚190万，嘛是台北市客运过一届裁罚相关的金额。确实太严重了，他的工时一定拉得很长嘛，一天的时间，他就等于说待命的时间全部都在站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身心就很累。工会表示，公车长期招无够人，伫咧欠人的情形之下，佫会影响到公车的车帮会拖帮，业者妨裁罚，再佫甲罚金转去司机的身上，所以司机伫这度嘛做袂久，造成恶性的循环。劳动局表示，劳检的结果会交予台北市的公运处，请公运处辅导业者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囝生少的情形真严重，伫台南仁德户政事务所对今年开始，若准有去登记结婚的新人，拢送因一个帮助有新的祝福大补贴，互因添丁发财好运来。20每月指定日到仁德户所办理结婚登记，就送结婚纪念卡及幸福大补贴1份哦。结婚登记阁会使摕小礼物。台南仁德户政事务所结合2020年华语爱你爱你的意思，头摆推出上顶好运圆满的礼物，只要来遮登记结婚的新人，拢有祝你好运、赢幸福的大补贴，希望互民众喜上加喜。是每个月都会指定一天，那基本上都是从农民历挑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好日。若是新人伫特殊的日子，像2月14西洋情人节、5月20海音我爱你，也有旧历的好日。来仁德户政事务所登记，大家人拢通摕到一贴大补贴，内面有造型纱纹、蜡烛等等的物件。在我们的指定日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就送他这个纪念卡，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写下对彼此的贴心话语，或者是对新婚的感动或期许。这张爱在仁德的结婚纪念卡片，互新人通写情话给对方。户政人员嘛会经特别的日子，免费寄予新人。这个结婚登记送礼活动会继续办到年底。户政事务所希望伫2020年会使欢喜迎接双双对对的新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照顾时代照顾者，咱敢有去甲因关心咧？因也是有辛苦病痛，也需要人去甲因关心。伫中华就设5个家庭照顾服务据点，而且伫二水最近也有一个浸开服务，咱做伙来去甲因关心一下。压力真大好这个时阵，咱的局长心理师来到厝内面。老人照顾老人的情形是真普遍，为着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县府和地方病院合作，成立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服务据点。那我们在我们这边，我们会提供心理师、复健师，还有很多的一些设施，让他们能够把心情放松。彰化县即阵已经有5个家庭照顾的服务据点，分别伫咧彰化市、延前、园林、湖美甲二水。其中伫咧二水的据点，最近阁加设一个泡脚的专区，阁较正做是全国第2个由公部门设立的家庭据点，要互家庭照顾者会使来遮休喘一下。在二水地区，我们市场2楼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日照中心。整合中心，那现在呢，又把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照护者的这个后续的福利也放到这边。厝内底人照顾时大人的压力，常常去红放袂记日，也较无机会接收到外界的资讯。县府希望透过这个家庭的支持服务据点，让负责照顾的人有机会来遮休喘放松，也和社会交流，提供因更较侪社会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潮州受到风势甲地形影响，空气品质唔那歹。针对着这个问题，台大博士林建明伫调动国小也带学生囡仔，利用简单的教材制作太阳能空气清净机，也得到正能肯定。调动国小这台太阳能空气清净机是台湾大学应用力学博士林建明带学生组合太阳能板、摩打、铝网仔。巴底里制作的，费用常常咧唔免4000块，唔那开销省。期待放几日嘛无问题，甚至加出来的电力，阁会使摕来甲手机充电。我们利用太阳能板在天花板取得能量以后呢，我们借由控制器可以储存在预先的电瓶上。这个电池呢可以储存多余的能量，额外的电可以立即的供应这个马达，处理空气清净的。一个过程。林建明表示，大家拢知影潮州空气污染的原因，却无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希望地方有想要伫学校斗空气清净机，却因为经费、电钱来动点。其实，屏东的日头光真足，利用技术整合，唔那符合108克工的核心，佫会当改善空气的品质。潮州空气不好，大家都知道，可是很多人都只是去解释问题。没有人可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那其实屏东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就是太阳能。那太阳能如果可以善加利用的话，它并不是不好的，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资源。林建明的理念得到大肯定，受不少学校邀请，希望团队会当去校园推广，带学生利用科学、利用天然的资源，改善污染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咧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
中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5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